相逢时，你会叫阮的名。希望你会当体会我的心情。若无你的情，我甘愿一生孤单。咱自细汉就做伙食饭，做伙佚佗，做伙穿。做伙穿几卡裤啊？所以我唔才一直甲你当做我家己的小妹。唔是啦，我唔是你的小妹啦，我是恁的新妇啊。总讲一句啦，我袂用去带你啦，了解无啦？想要毕业歌，跟我走，快乐的出门啦，会晓袂啦？倒瓜茶，挨下煮一个啊！你有咩啊？300块水。你那叫我小姐啊！我紧啦！哎，姚姐，我今仔日带阮囝来这是要开眼界啦。啊，我准备无要落海啦。啊，但是看到你这个腰肌了后，我咧想餐1.25蒙哪减洗裤。无啊，你是啥物1.25蒙哪减洗裤？跟新妇啦。哎，这来当给有医生，有影流动呢。你看，因那后生生了安尼种菜，哦，这若计得着，有影3袋烘螺烧，3袋面皮软是不是？阿秀，啊你无讲我煞袂记。哎，这个唔通只好我谈啦。我来甲你大叫我做小姨孙老师。你嘛莫讲笑。你有听的无啦？我讲迄世间的吼，龙岗人啦，讲话言语。你都爱讲几遍啊！我今仔日规工哦，敢若听你讲迄个性感的哦，唔知讲几遍啊啦！哎呦，他是人，我啦，你先丢我来，你冲下来！哇！你干嘛死你？啊！你把洗脑针搞我的，你死我了！你俩都你清明上梁都无关系。你干嘛出去？你没我做大哥，你死人干我的！哎，你干的！我亲像飞过海劫，世界各方，无手的渡才有，在何时才搁会倒转来？我就是徛咧爱花，不敢回头，无哪会渡才有，在何时才搁会倒转来？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等待，等待有人会从尽头朝我走来。我只知道这雨是为彩虹而来，满怀期待走向未来。哦，我相信爱。
我许多人吼，带囡仔来我遮来，讲要学画图啦，拢是安尼讲。嘿，作品啊。画了真好呢，用色嘛真准。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时地叫我，怀念彼时故乡的形影，月光不时照落的山河。你讲啥？要翕相啊？就上来翕相啊！我来等。即摆啥物情形啊？阮爸哪用讲啊？袂使动哦，你有没指示哦？袂使动，足惊的呢。对，你怎么想啊？贵啥话？贵了点点较厉害。我娘们，你娘莫生气吼，收起。妈，你莫安尼好无？爸，我就顶想会当甲你做伙时间呢。难道以为你回来，咱这秘书就真正秘书嘞，妈？难道让你叫出名来？我拜托你啊！你莫给我耍气好不好？咪刷袂刷。讲了对啊！面刷白刷，咱就自家面刷来庆祝伊的生日哦，咱开家到斗阵来食面刷，永远拢面刷。伊的重点，就是替别人消毒病，毋是干那要医一个人，是要医整个的社会。听无？都要你家己行过，你看过，你才会知。呀，阿条毋知什么时阵，才个法度转来看。我现在就不好，害伊也烦恼。戏剧节目男主角奖得奖的是龙少华，《菜头梗的滋味》。颠覆了过往常态性的表演方式，很精准地塑造出剧中人物的特殊性格。爽啊，真的爽！干了40年，年轻的时候到几年前还不够成熟，为了这个台湾最高殿堂梦寐以求的奖品，得罪很多人，对不起。但现在我成熟了，我不会了。谢谢评审，真的感谢。今天果不然，我带了我的幸运物到现场来，也就是我女儿陈璇，站起来，帮我谢谢评审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怎样叫我放
袂记初次的滋味，怎样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？我想要转去，你出现的迄一日，我想要转去，趁我也会记，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。我要